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日嘅喺節目當中 ，Rita 非常嘅歡喜，因為呢個台視呢係 Rita 當崇拜嘅，韓國呢咪算係當鼓勵、當支持 Rita 嘅長輩哦，呢咪係因為台灣托兒新球獎嘅得主嗬，咪算係2017年20嘅市政府提拔咗期盼韓國因為台灣嘅台視呢幾個作品呢。萬哪都看得到，你實際來歡迎劉錦洲先生，先生好。大家好，我係劉錦洲，我係北部人，係，你講係劉強嘅嗬。你講係劉嘅。家下 Rita 是講，我今日當歡喜，因為嗰當時我看到先生嗬得到了獎嘅時節，做得上係你第一擺。來期盼台灣托兒新球獎是從終身成就獎安樣人，你是得獎，我真緊就實至名歸啊！大家上謝啦。係因為我要去講嘢，你工作是搞難嘅咪，很神奇哦。有到從您講嘅，就是很恬淡的生活，很扎實地做自己想要做的東西。搞奶嘅嚇，大家鄉社是佢就係搞奶嘅啦嚇，尤其你大到鄉下啊，我大北部嘛嚇，個時天個天氣係話時天啊以前嚇跟奶那個翻譯來啊，個聲音是都要搞奶嘅，鄉社是可以去搞，鄉社可以去搞，唔過唔係特產，是搞出名堂嘅咧。係啊，今日先生帶嚟東島嘅作品嚇，我就先攞大家分享先生啲公共藝術嘅作品，買喺度公共藝術是喺啲公共嘅空間做得看得到嘅啲藝術品場嘛。大家有咩當數？你當電影寫嘅雲寶寶哦，喺度彩雲成祥。呢件作品呢，是係英國嘅個陶瓷博物館嚇，佢2000年嘅佢讀萬新嚇，佢是話你水系地圖呢，想嚟做公共藝術嘅作品啦嚇。嗰陣時佢本來是希望係做評審委員嘅啦嚇，不過我看你按環境嚇，我有一件作品嚇，做伊啦嚇，做得到你嘅環境嚇，用到強下嚇，不離到嘅個環境呢。起到安哈當鬧熱啊，當詞人那樣哈，所以我是講啊，我唔會做評審委員啊，我做競圖嘅啦哈，所以我是次天哈評審委員哈，我是參加呢樣比賽，結果啊就是得到不愛做呢樣嘅獎，所以我是開始做呢啲作品。誒，你一看起來嗬，大家就講。佢係食水當醬，啊當豐富。韓國呢，也係啲啲水桶度，因為只有講，好像這個水跟這個雲朵係融合嘅，讓大家吃到有一種流動的感覺。佢哋嘅陶瓷博物館呢，佢嘅設計係極簡嘅，線也輕巧，是算廢色為主啦。我覺得有點太掂錢哈。所以你係作品是挑出來的。我是講對你水面哈，你做啲彩色嘅雲啊哈，做按多，你總共有200堆嘅，200堆嘅雲喺度。哇！咁後背有個雪流下來啊，所以你嘅一般地嘅雲呢，是變到水面呢破爛嘅嘅大家看一下先天是個當好。今天我突然聲音呢起哈，佢講媽咪你看有雲寶寶，係啊，真係啊！佢旁邊也有隻橋，就橋檔也看得，就旁邊呢看下嗰個嘢也看得到。所以所有作品嗬，唔單止係自己嘅靈感添，因為看幾隻環境來做設計嚇，然後一隻幸福字 Q。這 Q 用乜嘢？幸福之 Q 標點嚟得不一樣。你是個標誌哈，個合宜住宅啊。你這合宜住宅呢，其實外本應該你普通人呢是做帶到呢度環境地圖嘅本大家又不好帶嘅啲政府嘅個委託
喜的个合艺主宰。嘿，你安尼呢作品呢，我是讲大家达到里头哈，看到你的 Q 哈，那发了 Happy Book 啦哈，人人慢慢地，人人慢慢啦哈，是很幸福的安尼感觉哈，所以我做一只 Q 伫咧水洗面的哈，帮佢破脸哈，其实你 Q 前台只，就两共享安台。你系非常台呢？前台，你按看哈，是像写样哈，其实动态，所以样样是看得到，真嘅有发蜡笔啵，看了心情如何咧？係啦，嗰時隨時方便啦，行嚟行去先看到你一 Q 啊，心情係當好嘅。先生，我就吼，平常時看其他作品，像你現場未有吼，前都是係唔係講動發蠟筆啵，嚇親文嘅東西，我講喺看嘅。共強嘅藝術哈，因為可能咧幾隻環境，然後嘅氣氛，然後心情都設計落去。共強藝術是安尼啦哈，叫本大家看嘅，尤其呢，佢對你按共強嘅個建築物啊，就係室內哈，你行來行去啊，咁藝術考慮到講，行來行去，你呢希望佢哋心情啊，看到呢作品嘅先哈，做啲樣反應哈，所以安尼嘅作品呢，主要是還係為你安尼嘅。共強嘅建築物、空間嚇都設計啊！哦，韓國你講到幸福嗬，你一隻天燈，大家講愛幸福，嚇幸福。韓國有冇講願望？做啲花，做啲天燈，穿到天堂。哦，所以老師你設計咪係人嘅一隻空間。你是人嘅一隻空間啊！你是性別系哈，就講按照殘障福利嘅哈，嗰是殘障身障嘅啦哈，嗰一隻技巧哈，佢就一隻3000單位哈，3000個標哈，是做一隻共同藝術嘅作品哈。你嘅作品呢，我是想你的個身體哈，冇買放片嘅，因為總係就就佢嘅希望啊好健康持久，不受到限制。是安尼嘅信心啊！我想安尼天燈哈，主要就係安尼嘅作用啦哈，是講安尼做天燈當備哈，寫到詩哈，不給背到天堂去啊！這個願望呢哈，是做安尼去心想事成，心想事成所以我是做用心呢。有咩不然看到心情好嘅安尼嘅感覺安尼啦。係，韓國你講雖然動到種寫哈，寫水用百人百年，用乜嘅寫用啲嚟，你都會經過設計，哦，啲美學的一個概念係啊。咁尤其你係對個窗面嘅哈。所以我做一些又得搭到窗檔哈，又得幫佢鋪到窗面個按看起來是有立體感，有立體感哈，又淺又厚哈，又當本又下本，看起來是像時間安尼的表個天燈的個情景共用。哦，所以作品還有考慮到佢嘅色彩、佢嘅景深，佢嘅幾隻詞，然後自然環境嘅搭配性咯，吼，係啊。然後線上你下當地嘅展覽，但將以後呢，讓你上拄開始導進嘅青島作品，好當伫咧新北市嘅咧英國陶瓷博物館來做展覽哈，展期到滿月、陰月14號。差唔多要半年後假。半年後假哈，時間咁啦。梗係啦，梗係講要暗場嘅時間哈，也幫人大家哈去參觀來批評指教嘅。係啊，其實現在嘅作品非常嘅精彩哈，大家係講看一擺。哦，當感動，看第二擺，還係當感動。唔講，你確實不用自家想象哦。第3擺、第4擺，我逐擺看，其實我都冇強用嘅感覺。真嘅，我看線上，像說是好搞耐啊，吼，像說是希望講，做你做個，你下做出當到嘅東西，吼，本大家強下來看，看，評論講哈，先讓大家介紹，一行好咧，好。喺線上頭先家下講到，你公共藝術咧院嘛哈，你會美語學寫作嘅。你係一家寫院哈，都個散檔咧啊。線上就喺哪裡咧？係。哦，應該。你係只3年級時啦。係。你院呢就散檔讀按背下個哦。幫你截取畫面是做出來咧。線上從來按看哈，應該做到又有線條，韓國咧院又會做到下 UFO 嘅感覺，啱係做出來以後用腦嘅，又係講
你做些谁先做？你做飞的吉祥奶哈，其实去动尿嘛哈，所以你做一些哈，你用翻去脑机哈，本机好燃啊，就係講切到哈，好切線啊，你通常是做點哈，跟奶是前後。你做你按做啲嘅東西啊，所以你係燒一天，個燒一天啊，個灶貼一天啊，一個灶貼是變硬嘅啊，燒貼效果以後，嗰是很好硬哦，嗰是冇法塗個雕塑嚟是每做個用咧咁樣。哦，所以你一做，應該係講飛啊誒。係啦，已經講飛啦嚇，建議是講陶藝啊嚇，咁你講透過你講做飛啊，想做你個碗個盤啊、碗啊，啱咁對啦嚇，你陶藝是講你是在去做到好藝術嘅東西唔係講用嘅嚇，變到佢係像個雕塑品咁樣嚇，做啲欣賞嘅東西。係看獎嘅嚇，講手機嘅啲藝術家嘛嚇，等下轉來線上會介紹當到去當陣嘅作品本大家來認識咯。歡迎大家進到今晡日的藝術的美世界。今日喺節目當中邀請到了解呢台灣非常有名、非常有興趣的陶藝大師和劉錦珠先生喺節目當中哈，再次歡迎劉老師。大家好。係先生，你講搞奶嘅嗬，成日呢當然好搞咩？好搞到奧利奧做，根本冇關係，因為你是當生錢。你講奶師佢是陶藝變成你嘅職志，本來你未喺奶銀行上班嘅。我本來喺銀行上班嘅啦。係，但你講鐵飯碗呢？係啊，主要是咁啦嚇，咁從小因為要搞過奶嚇，嗰時這個是好搞啦嚇。咁部妹我高中畢業之後嚇，我是落銀行上班啊。銀行上班嗰時通常做嗰啲銀行嘅事情。係金融都穩定啊。嗰當然都穩定啊，收入也蠻好啦嚇。嗰時實習過一啲休閒生活啊嚇，唔係講做乜係好咧嚇。剛開始想，透過嗰時好小兒天痛嘛嚇。好做東西。嗰時想我是讀緊夜間部啦嚇，嗰時國立藝專嘅夜間部啊，叫按照工藝美工科嘛嚇。咁美工科嘅時間，嗰啲不是有陶藝嚇，也要做木材嘅嚇，木工也要做精工啊。呢個東西學嘅時候，我想你做陶瓷嚇、陶藝嘅嚇，我阿媽有興趣啊，從小是搞那嘢嘅嚇。我想自己講銀行工作，我係講一年工作嚇，係一年興趣，一年最好嘅嚇。所以咧，我想係唔係嚇，我做一張嚇嘅經驗嚇，用做飛啊嚇，你做我興趣，也係做變到我經驗嘅。所以我是嚇，在日本留學嘅嚇，是專門學啲做陶藝嘅。哇，福卡爾咪冇反對嚇？係啦，我福卡爾也是講，佢講你做得嚇自家家庭啦嚇，不過你對你自己嘅家庭係負責咗啦。哦，啱當好呢，所以當日本去哦，其實大家啲講日本佢嘅幾種社會嘅文化是係嚴格，應該講係嚴謹、實事求是。同我挑白啲做嘅時節，係講啲作品做唔得好，先生會點到面頭前切只嗰啲作品。嚴格，係啊！日本人嚇對你教學生嘅嚇前嚴格啦嚇，像個你用個拉皮啊嚇，你做個杯啊嚇，幾重要嘅嚇。一般是係咪做50隻？咁50隻做出來之後呢嚇，佢冇結結咧嚇，佢是那嚴嘅，佢有係重新做嘅。嚇。你嘅技術讓做的練習了呀。哦，動扎實。動扎實。哦，自信心根本摧毀，再建立更強壯的自己。咁你當然做到練到好嘅時候，咁你是按你嘅實力嚇，是所以做先到很難好嘅作品。因為你啱啱講係時間，當你經驗當重要嘛嚇。咁應該都是家庭到日本，你會講日本話嗎？當然嘅你學日本以前嚇要學過啦嚇。
我透過對日本上班時吼，我是要去補習班吼，補日本啦，啊，嗰樣時是講日本是該3點半關門咩吼，啊，到差不多4點鐘是下班啦，嗰日子到學校冇吼，係一段時間嘅，所以我是用嗰個時間吼，是學緊日本。你當3萬呢？嗰是國立藝專2000啦，當兵2000我是開始學嘅。那到部門應該是國立藝專哈，啊國立藝專圖書館啦，當到治療也有日本的啦，嗰樣是參考書同埋日本的，所以嗰樣書我是看得識啦。哎呦，讀好咧。我係看得識啦，啊所以到國立藝專畢業時哈，嗰日本的鄉土啊，也阿蠻有咧，嗰我是去考嗰語文測驗啊，嗰考我是及格啦，啊部門我又問我學校嘅先生講。我安因及格咧，我做現場學校，日本的學校啊哈，其實那講有幾家學校做現場，我是現場多，到現場多嘅時候，我是講我係咩？或者日本的工商資體日本讀書咧，我是考慮按的時間，部門我爸人是講你是該結田啦。不過你結田哈，你是要自己有負責咧。負責啦，所以從此以後是開始行走通譯呢條路咧。哇，先生，你的故事其實都勵志，因為大家師兄哋講，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你有做得把握機會嗎？嗰時佢平常是有準備嗎？係啦，我上都係誤打誤撞。真緊咧，好講到愛用嘅，因為先生要學日本口哈，好要按音嘅咧，音調嘅訓練，所以讀開始嘅舞蹈嘅作品，你係受到日本嘅風格嘅影響。係啦，你按照舞蹈哈、戲頭哈，其實最先做嘅哈係中間哈龍山文化嘅戲頭啊哈，中間前左是要嚟啦哈。啊不過用你嘅舞蹈嚟做安嘅作品哈，嚟做安像雕塑安嘅表現呢，日本哈是要先做安嘅啦哈。我是講舞嘅東西哈，本其實感覺到哈，很有力量哈，啊有很神秘安嘅啦哈。所以我是用你嘅舞蹈哈嚟開始做安嘅作品安嘅。你作品係乜嘅呢？個作品哦，嗰是本感覺到哈，因台詞嘅力量在哪度安嘅啦，哈。普通因可能個舞嘅哈，因為講做安動氣嘅些哈，嗰是按動燈安嘅動能樣哈。其實哈，按有得轉換呢，所以按地球有地球引力咩哈？哦，地心引力有呢，要兩片哈。個兩邊吹下哈，個力量係啊，自然嘅力量，個看唔到嘅力量，我就用看得到嘅心嚟去做安嘅啦。主要係。係呢，跟另外一隻舞蹈嘅作品咧，度我哋你係大雨滂沱的沱，咁就沱啦哈。你對意大利哈有得獎嘅啦啊。呢個作品呢，主要是講從西北野時節啦哈，個西北野時節，個落水落個淺咩嚟些哈，個場面本來係一隻空嘅東西哈，變成一隻實嘅東西啊。所以個作品個當背呢，就一條一條線的，個其實我表現的是個落水落到凍咩嘅時個感覺。哇！個當背個從潤用安樣，個是潤啊，下邊落水落到淺咩安樣。先生，咁平常時對生活觀察，當細膩呢？好，你有冇感覺講？你只要落水是落水，你會只要講，它好像變成一個牆一樣，咁樣嘅感覺嗬。後來呢，你又要做其他柴燒嘅作品，個石磨蠻強用，石磨強錯嘅，所以柴燒講會變形，咁樣嘅那些，你看到有到像其實有一點紫色跟咖啡色。你柴燒係咁樣啦哈。柴燒作品呢，嘅膠哈是唔係講牙絲膠，牙絲嘅膠也係講甜膠啦哈。其實係專門燒敲嘅膠。燒敲。嗰時啲嘅敲一落去哈，去燒哈。嗰燒嘅果香嘅嘅時間呢，嗰時有火呀，嗰火染到啲作品當白哈。是變性啊！其實會用天，嗰時變染嘢色。自然的釉料。自然釉料。所以你冇上嘛個色？冇上色。所以很正哦。所以你看起來是很厲害嘅風格。你溫度冇買重要，你好講嘅溫度好講，你也是就好帶啲嘅嘢。咁用嘅當背係合拍，底下是下烏嘅。嗰是火哈，火叫風強啊，
啊，佢大到好多，那大到好小嘅，啊，嗰十分冇重要。哦，很神奇。咁先生，早啱講呢係田少也係。刚你是田孝嘅。哦，田少。田孝是好强啦，是茉莉爱肺哈，黏到当本。呢是係哪有笨蛋嘅色啊？大家有看到你啊樓梯檔上行落去冇？唔本幾樣 keep 落去嘅感覺係啊。你係作品按度遁入，你想表態乜嘢？遁入咧，我是想希望看你作品嘅人咧，啊，因為叫按樓梯咪，行連樓梯按落去安嘅感覺啦，啊，嗰地板咧就只強啊，因見行落去之後，你要看到這個嘅，啊，嗰主要是本人是感覺講啊，你嘅作品咧嚇，你落去啫，唔要咪先走出來嘅。所以看到你樓梯 Rita。之前是有看過線上的作品哈，我大擺看我是像我自家變身個小人，健康啊樣嘅。所以我的作品主要是到台時間哈還有關係。哇，人啊到台時間地圖哈，用翻一起到台時間哈去互動啊樣。動食材關係哈，其實線上哦，貴婦客人都係藝術家，韓國佢哋係開始有創意了，一創意吼係去搶勢高度台，你一個。你講後起之輩冇簡單，等下下有啲神秘嘉賓都現場來哦。福喜來嘅節目為大家繞場到，你係要新北市政府舉辦2017年台灣統一新潮獎嘅得主哦，了解台灣嘅統一大師劉金柱先生哦，佢嘅作品非常豐富，當然熱心嘅時候根本介紹唔聽。不過除了先生佢自己來到節目當中以外，佢帶來一個上係佢嘅咧非常優秀的弟子，韓國呢係一個新別嘅嘉賓，到底係馬莎呢？你哋係實實來分享哦。大家好，我係義堂。耶，分享義堂。哇，先生，了解你嘅體質哈，是很有創意呢，哈，你優秀的兒子係啊。係啊，嘅唱聲哈是讓我強下哈，戲家戲啲我同突然間戲啊，依啦。係哈，嘅義堂，有冇想為天然爸爸來強下搞那個？怎麼會選擇也是在公益類的呢？哦，因為在高中的時候啊，才填志願的時候，填來填去，最後才發現說，動手做東西好像也蠻好玩的，這樣子，所以就開始也走公益這條路。哇，其實哈，義堂唱寫哈，因為苗福卡兩個來義弘義堂都很優秀，都是藝術家，應該講全家都是藝術家，包含這個師母也是藝術家哈。大家剛才看到義堂去打了鼓大號哈，從打爵士鼓到打這個手鼓 percussion 類的哈。這個糖工坊，劉義堂糖工坊，那是很業品牌啊，這個是自己做自己做的呢。對，因為我念的是東華大學的藝術創意產業學系，這樣，那我們結合的是藝術跟經營管理兩個方向。那這個糖工坊呢，就是我們畢業專題的一個製作，這樣是類似於微型公司創業這樣子，做一個練習。所以我看你的手工動柔咧，有請教爸爸嗎？有沒有請教爸爸柔？爸爸有彈手。我是做陶藝的哈，他是做木工嚟嘅。哦，係哈，不過厲害，你的工作是陶藝的東西當然很多哈，木工的東西也越來越多呀，越來越多了哈。所以我哋義堂唱寫聽人爸爸教哈，你有最喜歡爸爸哪一件作品嗎？我覺得爸爸的那個燈高，我覺得很有意思，這樣。哦。對，因為它造型上蠻穩固的，而且那個意境，那個燈高的感覺我很喜歡。但是最重要的是它那個黑色垂直立面，那個是點綴的，我很喜歡那個顏色。對。哦。該老師應該黑色的立面，你係當送釉料係啊？因為我作品哈，大部分都係藍顏色好多啦啊。你個霧色的部分呢？主要的是用釉藥哈來表現啦哈，按那些呢，一個釉色的霧色哈到那一哈，就挺清楚按看得出來。叫對比。按樓梯可能是還有個立體感啦，啊，你主要嘅作品呢，表現講按上樓哈，該上樓梯咧，緊上緊過哈，看來也看日人安尼嚟感覺安尼啦。哇！
所以呢，贵妇卡因都很艺术家，对于美的事物的鉴赏呢，也是非常有品味哈。刚才讲到贵妇卡因除了好搞奈儿、好走木工，全家还会一起表演，对不对？妈妈也会创作，也会唱歌，然后你就会打鼓，爸爸弹贝斯的呀。啊，硬练的，硬练的。好，今天安用音呢，在节目当中哈，其实除了 Rita 老刘老师哈，嘿，算是好朋友，应该个既然爱动冲百千本，韩国颜志文老师每天都有至交嘛哈。哎，你今日在节目当中，你唱一条歌曲好吗？好，你介绍用咗咧吗？哦，都唔知咩啊？好，跟大家嚟共下唱哦。好，哎，你來唱歌，唱俾大家聽哈。你的笑容像晴天嘅花，你的笑容像一片嘅湖，你的笑容像春天嘅花呀，你的笑容像紅天嘅天，你的笑容像好天氣，帶俾人好心情。你嘅笑容像長長嘅風景，健康添歡喜。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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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哎，你係喺度。家下突然講多時直接來唱誒，要當快樂哈，所以貴婦卡因平常時生活起來，我唱呢都生活當詞材誒。大家通常有興趣嘅哈，自己有興趣嘅部分哈，生活起來哈是其中哈好愉快的，好快樂，好快樂的。嘉先生，你下吼，你講退休以後又得到了肯定嘅薪酬獎哦，所以對你就開始做統一導建是一個莫大的肯定哈。你下又在此類讓大家發表一下你嘅得獎感言麼？首先希望哈，個新北市政府哈，個英國嘅陶瓷博物館哈，本來安尼嘅一張哈榮耀啦哈，當然啦，你表示講愛平常時哈愛動認真做嘅做嘅安尼嘅陶藝嘅作品咧哈。得到安樣肯定啦哈，大家都有看到。係啊，然後呢，我當然希望哈，學校嘅哈，譬如講嘅指導教授啦，哈，線上啦，哈，還有學術界你的師長嘅啦哈，然後對我嚟講咧，先從講哈，就是個邱煥堂邱教授既然係冇人啦邱教授那師母咧介紹賢內助呀，太太最尾咧當然感謝我太太啦黃淑萍還有對楊頭講，一對楊頭講，感謝我的太太黃淑萍還有這個一紅跟一堂這兩個很可愛的兒子因為他們呢動技期愛做啲陶瓷創作本來就請持有此才都該做藝術的安樣工作，非常感謝。所以有溫暖的家庭技師人員哈，韓國喺天堂的爸爸，係啊，韓國日本的先生，日本先生係啊。所以我相信所有朋友哈，係講大家呢，想要做一件事情，你對抗你的夢想哈，有人嚟支持，有不看人嚟鼓勵，你係當從教，你才能持續下去啊。冇我做嘅時間，當到苦嘅地方，咁你有冇講出來聽聽哈？尤其你學嘅時間哈，要線上當到線上來寄託都不看要一隻安定的力量來支持你對藝術的創作你兩方面都非常很重要。係啊。
该线上你也退休了哈，该是唔够学生的了，还讲永远讲我老师，我还想跟你学习，我感觉。当然我哋虽然退休了哈，但读学校呢还有入门课的阶段。啊，你入门课呢，主要是讲你研究生还冇毕业哈，去大学毕业嘅啦。当然學校哈，新的線上哈也出來咧哈，因做是做交棒嘅啦哈，我是做對工作先呢做自己嘅作品嚟。所以未來嘅目標，肯定會繼續做自己嘅作品。梗係啦，你做副業嘅時間哈，做一聲音。哇，走一聲音哈！一堂，剛剛爸爸說你走了走一聲音，有沒有什麼特別想對爸爸說的話？會幫你繼續填書啊！哎呦，填書，叫我哋辦奶人啊！叫我辦奶人哈，應該做嘅先啊，叫做拿做嘅哈，港督版啊哈，一填書填到阿蠻多。很好哦，這是最佳拍檔、最佳父子檔嘅哈，俾大家感到請溫馨啦哈。當然你看一堂美幼業糖工坊，好，韓國老師幼業。方圓陶社，係工作室，哈，所以請大家好藝術嘅朋友、好創意、好木工嘅朋友，你講你下現場咧兩位大師嘅作品，做得好好倒去欣賞。當然呢，線上你係展覽哈，大家做得到英國嘅陶瓷博物館去欣賞，展起到明年嘅正月14，好，所以大家好好把握機會。韓國老師你下幾個作品哈，又做個文創嘅商品，你下看到你係灰啊未？好，沒有做到通嘅嚇。係，應該有啲作品呢是用安嘅作品啊，其實變到通嘅個材質啊，嗰是做程度啊。係。好，所以今日非常感謝先生，非常感謝一堂，繼續創造大本呢台灣嘅藝術家有很多嘅生命力咯。希望好，希望先生，希望一堂，我邀請所有嘅朋友記得咯，嚟到英國嘅陶瓷博物館去看劉大師嘅作品哦，到明年正月14哦。今日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等下繼續聽你先生嚟做完同了，講嚟了。